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催眠嘅體驗。本節嘅催眠嘅體驗比較適合一啲想改善夜間睡眠嘅人。如果你經常係思考比較多，而且你對未來較多嘅擔憂，而導致到你嘅瞓覺睡眠質素唔係咁好嘅時候，今次嘅催眠將會帶你入到去潛意識嘅世界。記住，跟住落嚟，你只需要聽我嘅引導，只需要揾一個舒適嘅環境，唔被打擾。你要確保周邊嘅環境係適合進行今次嘅催眠嘅練習。如果你喺度做緊嘢，更加唔建議係揸緊車，又或者係做一啲粗重嘅嘢嘅時候，聽一啲嘅催眠嘅練習，因為本節嘅催眠係會導你入到去一個比較想昏昏欲睡嘅感覺嘅狀態。如果 OK 啦，咁而家記得聽我嘅引導，去進入一個催眠嘅旅程。而家先揾低一個舒適嘅環境坐低落嚟，然後聽我引導之下，合埋我哋嘅雙眼，做3次慢慢咁嘅深呼吸。當我哋每一次呼氣嘅時候，都釋放出一日嘅所累積嘅壓力。而家請用讓你嘅想像力帶你到一個好靚嘅地方，一片海灘，又或者係你曾經去過而且好鍾意嘅海灘，或者你想像一下呢一片嘅海灘，亦都係你潛意識呢一刻專門為你創造嘅地方。無論你嘅腦海裏邊呈現咗啲咩嘢，請你相信佢吧。感受一下陽光窩灑在我哋肌膚嘅上面嘅溫暖，唔會太強烈，只係恰到好處嘅溫暖。而呢一種嘅溫暖能夠放鬆每一塊觸及嘅肌肉，滲入到你嘅身體嘅深處，並且釋放出所有緊繃嘅情緒。環顧四周，睇睇下呢片嘅海灘，觀察下呢啲嘅顏色，天空嘅藍色，或者仲有幾朵柔軟嘅白雲，懶洋洋咁飄蕩住。而你腳下嘅沙同埋石頭嘅顏色，海水嘅流動，聆聽住呢一片嘅海浪，
呢個完美嘅節奏性起伏起伏，同你嘅呼吸節奏相同，入去，然後出返嚟，感受一下我哋腳底下嘅質感，無論係溫暖嘅沙粒，定係被陽光曬得光滑嘅鵝卵石，你只需要感覺一下佢點樣支撐住你，感受自己融入其中，然後吸入鹹鹹嘅海風，清新潔淨，空氣中某啲嘢好似打開住我哋嘅肺部，打開我哋嘅心。你搵到一個舒適嘅地方，安靜落嚟啦。咁你就坐喺度啦，又或者攤喺度。你注意到每一波拍打海岸嘅波浪，都能夠帶嚟一絲嘅放鬆。每一波浪潮湧嚟，帶嚟更多嘅平靜，更多嘅安寧。而當每一波浪潮退回大海嘅時候，佢都會帶走咗一啲嘅嘢，而呢啲嘢就係你嘅緊張、壓力，任何唔屬於你嘅思緒，都被呢一波嘅浪潮帶回大海，一波又一波，每一波都帶嚟更多嘅平靜，每一波都帶走更多，而你只係靜靜咁待喺呢一度，存在住，休息住，完全咁放鬆。稍後我將會引領你走落去一段好靚嘅樓梯，10級嘅樓梯，慢慢咁向下衝，然後行往一條好舒適同埋絕對安全嘅地方。每往下走一步，你就會比而家更深咁進入呢一種嘅美妙同埋放鬆嘅狀態。10，踏出第一步，
感受一股更加深層嘅放鬆感湧遍全身。9. 更加深層感放鬆。8. 外面嘅世界越嚟越遙遠啦，你嘅內心已經越嚟越新鮮活潑啦。7. 感覺無比放鬆。6. 5. 走到一半啦，內心越嚟越平靜。4. 3. 就到啦。2. 1. 你到咗啦，走落樓梯，俾自己完全浸喺呢一個好舒適、絕對安全嘅地方，而呢一個地方就係你嘅潛意識啦。呢一度就係你前所未有嘅放鬆狀態。當你每一次嘅呼吸，你都可以俾自己咁更加深入。喺度停留一陣間啦，稍後我會俾指令。好啦，而家我會同大家去進入一個指令嘅環節。當你嘅身體就係咁如此咁舒適咁休息，當每一塊嘅肌肉都放鬆落嚟，你嘅身體每一部分都得到咗支撐。我想好直接咁同你辛勤工作嗰部分心靈去對話，重複返喺你白天好辛苦工作嗰一部分，好擔憂聽日未發生嗰件事嘅緊張嗰部分，產生一個又一個念頭嗰部分，即使一日嘅結束，身體亦都完成咗所有工作，好耐之後嗰一部分，而你內心嗰部分，或者係出於好意，但係佢試圖處理、計劃、準備、保護，但佢仲未領悟到一啲好重要嘅嘢。瞓覺並唔係被動嘅狀態，
喺瞓覺嘅期間，身體同埋大腦會進行一啲好重要嘅工作，處理日頭發生嘅事嘅時候，會鞏固記憶、修復組織、調節荷爾蒙、恢復能量。而呢啲工作都無法進行嘅時候，只有思維仲喺度運作緊。思考嘅思維同埋深度睡眠嘅復原過程都冇辦法同時完全佔據同一個空間。就因為咁，忙碌嘅頭腦就試圖提供幫助，實際上亦都阻礙咗佢試圖實現嘅恢復。而今日，你嘅潛意識正喺度為你嗰種忙碌嘅思維提供佢長期以嚟所需要嘅嘢。而家我俾指令你，請允許我停落嚟，唔係因為思考唔重要，而係因為思考有它時，睡眠亦都有它時。而家以及每一個夜晚都躺喺床上面嘅時候，就係應該瞓覺嘅時候。早上醒來，呢啲嘅諗法依然會存在。任何值得思考嘅問題都可以喺睡眠後思考，而且瞓醒之後思考起嚟會比瞓之前有效好多。思維已經放鬆緊啦，佢嘅控制力逐漸減弱，佢急促嘅聲音漸漸咁減弱緊。你嘅潛意識喺度學習緊關於睡眠嘅一啲嘅嘢。瞓覺唔係你主動去做嘅，佢係允許你自己去做嘅嘢。你冇辦法強迫自己入睡。任何嘗試過嘅人都知道呢一點。你越努力，反而越清醒。瞓覺會喺適當嘅時候到來。當身體感到舒適嘅時候，思緒亦都放鬆。當對睡眠嘅焦慮消散到足以令到睡眠嘅質素下降。如果呢三個條件都具備咗啦，你嘅身體感覺到好舒適，
你嘅思緒喺度釋放緊，對睡眠嘅焦慮喺度消散緊，因為你而家明白緊，瞓覺唔係一種需要努力爭取嘅嘢，而係一種需要被允許嘅嘢。而家你就允許佢發生啦，而你每一次嘅呼吸都容讓你離清醒更遠一步，更遠，更遠。每一次嘅呼氣都釋放出更多。你嘅思緒慢慢變得好似從遠處傳來嘅聲音，或者好有趣，但係唔需要你集中注意力，就好似隔離間房傳嚟嘅對話，存在，但係唔引人注目。隨住每一個嘅念頭嘅到嚟同埋消逝，你慢慢沉入一個更深，進入個舒適嘅半夢半醒嘅之間，漂泊、漂浮、釋放。瞓覺嘅到嚟並唔係因為你已經達到啦，而係因為你接納佢嘅到嚟，而喺呢一度係值得歡迎㗎。喺度停留一陣間。一陣間我會由一數到五，當我數到五嘅時候，你會慢慢恢復到清醒嘅狀態，感覺到神清氣爽，比你啱啱嘅時候更加清醒，並且帶住呢一度發生嘅一切，我開始數一，開始感覺到周圍嘅環境、聲音、溫度。二，而家更清醒一啲啦。三，深呼吸，
呢一股嘅空氣充滿住你嘅肺部。四，就嚟返到嚟啦，帶住所有嘅平靜同埋清明。五，擘大隻眼，歡迎返到嚟呀！你可以喐一喐你嘅四肢，同埋同周邊嘅人講嘢啦。成個催眠過程就係咁樣樣啦。